再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哇，谢谢谢谢。听说我们有准备一些照片、签名照送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我们各很漂亮的艺术照，大家想要的举手看一下好不好？哦，放下吧。昨天早上当然是很漂亮的艺术照，当然，我看丑的就奇怪了，是不是？昨天早上那个你老公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师兄，师兄叫师兄啊，师兄来的时候呢，在台上发照片，结果造成一片混乱。这样好了，我们请怡君先帮我们发5张照片送给大家，我们剩下的我们交给工作人员，大家想要的举手啊，我们不要离开座位啊，我们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尽量发完为止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直接在台下来，我们好来。我们送5位哈，我们觉得有没有小朋友想要的？我们先送小朋友好了，好不好？先小朋友来这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送女生，好，谢谢你。然后，好，还有没有小朋友想要的？来，送小男生好了，小男生无法接受小朋友的诱惑。哦，真的哈。好，右半边的朋友没有关系，但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。等一下，我会请工作人员在怡君唱第3首歌的时候，陆续下去发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哈，那我们刚刚带来提供票哦，非常好听的歌曲，人气很高的。你唱歌之后人变多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？真的吗？真的有差。他们想说到底是谁的那种可怕的声音？是这样子就对了哈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接下来我已经决定不访问他了，一路让他连续唱2首歌，大家好不好？让他好好的温暖一下大家的耳朵。在今天年初的回娘娘时间，我们继续交给我们怡君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嗨嗨零星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心情空空对我，唔通太认真，想着会惊。有人情多义，定定嘛是有人变卦，做人情怎才看会破？人讲做人生，改路好行，唔通我头望。会梦，有人爱着阮，偏偏有人的是别人，做真多，煞又加到思念。轻轻松松，心路互阮来行，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。小笑的彩花，人讲这人生，改路好行。不管我头望着会梦，有人爱着阮，偏偏来的是别人，做真多，煞又去到思念。嗨嗨零星，好不好听？谢谢。人讲这人生，改路好行，唔通我头望着会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来的是别人，做真多，煞又加到思念。轻轻松松，心路互阮来行，无人是应该。永远孤单，阮的欢喜有缘作伴，要离开，笑笑流落牵挂。
情多，山羊加到水啊，做情多，山羊加到水啊。上孙维。